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毁坏伊的念头。规晚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规晚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请咱掀开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请会众起立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同在，对在小路马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院内受苦，经12个死里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灵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话平，伊要对咱生活人甲声。我是信神，我信神，公共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示文第50篇，第1091页。显着，我来刻，恁来印。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
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宣布上主阮台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请咱大家三角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学了你，因为你是阮的山岩，阮的山寨。求你因为你的名，引带阮，指点阮，互阮的灵魂交伫你的手。耶和华真实的上帝啊，你有救赎阮，因为阮听见侪人的诽谤，四围拢是惊吓，因三角参详攻击阮的时，耶和华，阮犹原倚靠你，阮讲，你是阮的上帝。主啊，你创造阮，赐予阮灵魂甲活命。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的心思意念，阮的欠缺甲需要，你拢知。伫阮软弱的时，你坚固阮，互阮得到坚强。当阮拄着困难的时，你帮赞扶持阮，互阮攀过所有的阻碍。伫阮拄着危险的时，你拯救阮，脱离歹人所设的罗网。伫阮迷失的时，你总是用光照阮头前的路，引带阮行伫你道路，看清阮生命中一切你所无欢喜的事，离开一切歹所行，回转到主的面前。主啊，愿你用智慧甲阮同在，互阮敬畏你，一生听你，一生学了你，一生跟对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请即事受奉献。去吼，去甲主受圣餐，所以咱圣餐的特别方面是圣餐了吼，咱即马是礼拜方面。耶和华以勒上帝，阮感谢你投日丰盛的赏赐，搁伫阮欠缺的时补助阮，
赐阮教育的稳定甲温顺，互阮带阮伫生命中的每一日，互阮会当有教育温顺来服侍主。当阮甘心乐意献上主所赐金钱甲才能，成做上帝甲教会路用，求上帝感纳阮所献一切。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8月26、8月27举行2023年第4次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遵守圣餐动物主恩。第二，本会9月初2星期六上午家庭探访，因为参加会友开幕礼拜暂停一次。第三，本会2022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若是依照规定来申请，而且佫有符合标准的，请伫9月初10星期日前提出申请。9月14星期4暗上8点召开奖励金小组审核。本会伫9月17星期日颁发奖励金。第四，9月15星期5的暗上6点半到9点半，9月16星期六的上午8点半到暗上9点半，伫敬拜中心举办专人更新营会，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文图学校上期。学员必修，费用是500块，请伫9月初3星期日前，伫线顶报名参加。第五，下周主日9月初3下午3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9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同工甲机构的首长列席。下午5点召开小会，敬请长老出席参加。第六，下周主日9月初3是凤山西门教会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二，具体消息：第一小项，佑光幼儿园定伫本主日中午12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第42届第1次董事会议。敬请各身具任董事务必出席参加。第二，欢喜的消息，本会刘佑宏弟兄、刘仲平弟兄的囝伊的新店要开幕感恩礼拜，时间伫9月初2拜六的上午10点，地址是伫左营区比仔头街9号，敬请兄弟关心代祷。第三，合作社消息，地下室改建工程期间，临时办公室设置佑光幼儿园的办公室伫1楼请社员留意。第四，成人牧区定伫9月17星期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成人牧区半日游的活动，地点伫桥仔头糖厂，费用是100块。伊有包括伫保险、矿泉水，佫有便当欢迎兄弟伫9月初10星期日进前向小组长报名。而且咱要特别佫再来提醒就是男士成人牧区的迄个会友是200块，因为成人牧区伊有补贴100块咱嘛真欢迎讲大家会当加入成人牧区若是抑佫无参加伫小组内底，成人牧区是一个诚好的选择第三，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补充报告。咱即个高中少年部有举办即个50周年、60周年金粉宣召粉的即个庆祝然后民国62年还是52年结婚的长辈会当赶紧报名第二是高雄职场合一事奉
中心办的即场的论坛吼，伫9月初9咱也对即个有趣味吼，诚好的一个论坛会当来参与。第三就是台湾女子新人院有办即个启示录密集的课程，若参加过是200块，无参加过1600块。咱若要参加，则办公室报名。高雄中华传道部举办中级信徒训练，即帮的讲员是蔡金城教师，应该是教师了哈。第普林牧师、赵世祥牧师，这是伫公山教会费用100块，若要参加的，会当甲办公室报名。第5就是以苏拉侍奉中心办第7届台东复兴祈祷盛会，主题是美好灵性的起造，咱的费用2000块，包括大甲食，咱若要参加的吼，办公室报名，补助规定吼，就照规定提出办理。以上。请掀开圣经。即个我介绍一位，迄个咱应用者的弟弟吼，林秀兴兄弟，恁寿星弟兄吼，参加咱礼拜咱大部分吼，感谢主，好，请坐。请咱掀开圣经，出埃及记15章第22节到25节。白话字伫旧约78页，台语78页，和合本87页。现着我来强读。摩西带以色列人对红海进前行，因出去到苏尼的旷野，伫旷野行3日，找无水。到玛纳的时，玛纳的水袂啉得，因为水苦，所以名迄个地叫玛纳。百姓就对摩西哀怨，讲：我要啉什么啊？摩西求叫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伊一丛树，伊就喝伊伫水里，水就变干。咱搁来掀开加勒泰人书，加勒泰书第3章13节到14节。加勒泰人书第3章13节到14节。白话字伫新约216页，台语215页，和合本263页。现着我来强读。基督已经赎回咱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伊为着咱成做咒诅。因为有记载讲，囡仔掉伫柴林的受咒诅，要互阿伯拉罕的福气对基督耶稣撒到伫外邦，互咱对神得到所应允的信心。学了请相连圣歌队。
着请陈牧师，今仔讲题是领受圣餐的大能。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因为主救赎的恩典，会当来成做伊的百姓，互咱有份伫伊的救恩的快乐。特别咱2个月拢有一遍甲主坐道来领受圣餐的恩典。咱顶落教会的创始人即个加尼门安尼讲。圣餐的意义，毋是讲干那停留伫纪念纪念即个字是咱咧纪念主，为着咱来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来赎回咱。伊讲，更较重要是参与，参与。这个参与就是互咱甲主的关系更较密切。这个圣餐整个的过程，圣神是主导者，也是施恩者，所以咱无需要惊吓，还是烦恼讲家己的软正，烦恼转靠主的恩典，靠主救赎的功劳，咱应该坦然无惊来到主的座前。伫即个圣餐的座前，来享受三位一体上帝为着咱所成就一切恩典甲福气。这是加尼门咱的创始人咧论到圣餐的意义今日牧师特别读出来及记15章，搁加勒太书3章这2个是一个关联。伫出来及记15章22节到25节，咧讲到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对红海向前行，到苏尼的旷野行3天找无水到即个玛拉意思是苦，因为遐水就是苦，袂啉的摩西面对即款情景，当然是无法度。百姓嗷念，阮喙焦到要死，还是要啉啥货？当然，即个摩西面对即款的情形，只有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求救上帝。耶和华就指示讲你将一丛树甲等落水内底，即个水就变做甜啦。那个圣经内面咱的水啊所会水变酒水也变做酒这甲等落这苦水会变甜水这个是伫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所发生的记载。当然，这个树就是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咱今日读的这个加勒太书伊讲是茶加勒太书3章13节讲，基督已经赎回咱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伊为着咱成做咒诅。因为有记载讲，既若掉伫茶里，这茶就是树嘛就变茶，打会变茶。既若掉伫茶里的受咒诅，要互阿伯拉罕的福气对基督耶稣救赎到伫外邦，互咱对神得到所应允的圣信。感谢主，这就是咱所信的这款的真要紧的对上帝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所完成的伊救赎恩典。所以后一项咱要来看讲，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互迄个苦水会当变做甜水，死水会变做活水死亡会变做永活绝望会变做愿望忧伤会当变做快乐这就是咱今日读的经文以赛亚61章所咧描写的
12戒担咱的咒诅，互咱会当领受对上帝来祝福，对上帝所应允阿伯咱的福气，咱也会当得到一款福气。本来咱是外邦人，本来咱是袂当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12戒的功劳，咱也会当来领受原来是只有以色列百姓所会当领受的福气。所以咱爱相信主耶稣伫12戒顶已经完成这个救赎的功劳，这个工作已经成，主耶稣讲成啦，这个代志拢已经完成啦。天顶的祝福要临到咱地面上，上帝国的大权能要彰显伫咱地面上的家庭，伫咱的教会。所以这就是12戒的恩典。咱应该就要用坚定的信心来领取这款的恩典。因为姊妹，咱今日要甲主这道，就是毋是干那要纪念，咱是要参与，咱就是要来领受。咱的主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神三一体中间的第二位，伊道成肉体，伊是100%的人，但是伊嘛100%的神。伊用人的形象来到世间，为着咱诚侪大罪的羊羔、受害羊羔甲救赎主。因为咱无法通靠家己来赎回家己的罪，咱欠债若无人替你还，永远拢袂当还。你若我拢还，就无欠债啊！所以耶稣的任务就是来恢复人伫堕落进前迄个状态。耶稣若无来世间，咱永远就是伫罪中间，咱永远就是沉沦，咱罪的工钱就是死。但是主耶稣已经甲咱付这个工钱，互咱会当结束这个堕落了迄个罪咒诅。12戒毋会当对付咱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甲未来的罪，拢会当靠着耶稣基督保护来洗清。就是咱过去比咱搁较早，可能咱对家族遗传一切这些咒诅，伫主耶稣基督12个功劳中间，咱拢会当破除，伫爸爸节我咧讲我为阮爸可能这个 DNA 还是讲即款的家族的遗传，可能有一种内面。也阁是受捆绑，袂当得到头棒，袂当赢过，迄种的对待实际模式，可能咱伫主耶稣基督底，咱会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来破除伊。今日咱要甲主坐道的是，咱望咱有足侪应该透过耶稣基督12戒所完成救赎的这工作，一切无合法，不应该伫咱身躯顶的，奉耶稣的名来破除伊。咱命令离开，所以耶稣基督的12戒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是非常要紧。所以保罗讲，我无咧传别的福音，只有传耶稣基督12戒那样。12戒福音就是咱信仰的中心，因为耶稣基督的12戒会当赢过死亡甲阴间，赢过阴间甲死亡。伫启示录第1章18节讲。迄个存活捌死过，现在阁活到永远的，摕到死亡甲阴间的锁匙，表示主耶稣是对死阁活，伊是有法度来拥有迄个阴间死亡的迄个锁匙关键。做囝儿的，那甲像有迄个血气肉体的身躯，照家己，伊也诚做血气肉体的身躯。伊为着要来迄个，伊也借着伊为着咱来死，来败坏迄个将死权的魔鬼。头放遐一生因会惊死做奴才人，惊死就是讲，大家嘛惊死，所以大家就做奴才。撒旦魔鬼就互你袂当出死入活但是主耶稣基督知影咱的软弱，伊我若甲咱诚做人，伊来担咱的罪，佮伊。做头水的果子已经对死过活，已经败坏迄个将死权的魔鬼，所以咱也是靠着伊的恩典，咱会当来赢过
这个撒旦魔鬼的关系，互咱会当出世入活。兄弟，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第二，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看赢撒旦甲伊一切工作。哥罗西书2章15节讲，既然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拢甲抓来，明显互众人看，就靠着十字架来夸胜，靠着十字架来夸胜。我已经互恁权柄，会当来吞打蛇甲蠍仔虫，佮赢过一切对敌的能力。无什么款会当害恁，无什么款会当害恁，就是耶稣基督，互恁有迄个权柄能力来赢过一切。这就是十字架的功劳。搁来伊也迄个赢过这个世间。伫约翰一书讲，咱知影咱拢是属上帝，毋过规世间拢带伫迄个恶者的手头，伫伊的手下。但是主耶稣甲恁讲，我将这代志甲恁讲，就是要互恁心内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赢过这世间。既然对上帝生的，就要赢过这个世间。互咱赢过这个世间呢，就是咱的信。赢过世间的是之最呢？敢毋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囝吗？敢毋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囝嘛？所以咱若信耶稣是上帝的囝，是咱的救赎主，咱就要赢过这个世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互咱嘛赢过阴间甲死亡，赢过所有世间撒旦魔鬼的工作，赢过一切这个世间所有带来的苦难。上落尾，耶稣基督是十字架赢过罪甲罪的关系所带来的结果。伫哥罗西书讲，迄个撤销伫迄个律例顶面所写，攻击咱有影响到咱的所有的理由，拢甲伊对咱中间甲伊堵去，对咱中间甲伊堵去，因为这拢甲钉伫十字架顶啊。所以咱教会咧做全人更新营时，特别到第3堂了，咱攻破一切这罪恶的关系时咱原来咱所犯的一切罪拢甲写伫一个这个单这个单这就是咱所犯的罪，这有爱有阻碍咱。会当来领受上帝恩典的，咱拢甲钉伫十字架顶拢甲伊堵去。这就是咱伫这个非是受难酒，咱嘛常常咧做全人更新营，咱拢会做这个代志。这就是主耶稣已经甲咱堵去所有这罪咒诅，罪袂当搁做恁的主，因为恁无伫律法里面，是伫恩典里面。伫律法内面，咱真容易会定罪，因为律法互人知罪。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恩典，互咱的罪得到赦免。这就是咱所信的。今日要甲注解到，咱爱清清楚楚。第三，通过圣餐咱会当来领取十字架恩典。有足侪圣经拢咧甲咱讲。咱会当领取的恩典，咱伫以赛亚53章50到60会当讲，耶稣担当刑罚，互咱得到平安；伊受逼迫，互咱得到医好，互咱得到医好，互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耶稣为着咱，伊家担当咱的罪，互咱因为伫伊内面，咱会当甲上帝和好，咱会当成做上帝的义。个耶稣伊嘛会担当咱的病痛，伊受逼迫，互咱得到医好；伊担当刑罚，互咱得到平安。耶稣为着咱死，互咱得到活命，互咱会当出世入活。最温数的最结局就是死，但是上帝温数就是活。耶稣为着咱成做救主，互咱会当领受伊的福气。那甲咱头拄读的这个加拉太书3章13到14节讲，因为迄个吊伫柴年
是受咒诅的，要阿必咱福气对基督耶稣教伫外邦，就是教伫咱的正人。兄这就是咱领受圣餐，咱毋是咧纪念，咱是咧参悟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伊的宝体，伊救赎的功劳要教伫咱。耶稣伊为着咱诚侪颂扬，互咱诚侪好业。耶稣担当咱的罪过，互咱会当甲伊同死同过活。耶稣伊甘愿互世间人拒绝，互咱会当受接受互咱会当受接受，会当诚做上帝的囝儿。耶稣会当忍受一切所有的心中的即款的亏欠见效，互咱得到荣耀。耶稣诚做人，互咱会当有伊即款的形象。咱诚做人但是咱有伊的形象。耶稣担咱一切这捆绑压制但是互咱来得到自由。耶稣基督已经偷帮咱，互咱得到自由。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无去受捆绑，咱拢会当得到自由。兄弟姊妹，这就是十字架恩典。当咱咧甲主坐道的时，其实圣餐的恩典，就是十字架的恩典，就是十字架已经所完成这一切救赎的恩典。咱应该伫圣餐的时阵，咱就是爱来领取这款的恩典。第四样咱免来领取这款的恩典迄个伫美国加州有一个伯利的教会。这个牧师是第6代已经第6代做牧师了伊的家族拢做牧师叫做比尔·钟神伊也常常来台湾带领培灵的特会这个比尔·钟神伊伫这个圣餐特别有分享一寡见证，要来鼓励兄弟姊妹咱会当检查干那对纪念，到尾咱会当讲这毋是干那纪念。教你问，其实讲咱会当参悟，咱会当领取伊讲伊一个朋友甲伊的牧师娘讲伊家己身躯差不多有7种病常常咧带病实在带病带甲足艰苦有一摆伊甲伊的牧师娘讲，牧师娘讲既然你安尼你不你来求主来医治因为圣餐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功劳担咱的罪，洗清咱的罪，赦免咱的罪，除去咱所有这艰苦咒诅所以你就来领圣餐。所以伊这个朋友伊就讲敢要领圣餐我逐工就来领圣餐，伊就领圣餐但事实上，透过伊的信心这个朋友足奇妙。一个月了，伊就出院，伊的身躯就勇健起来伊要讲，这就是一个真奇妙的代志。佮有一个朋友因为伊的囡仔足迄个背逆足叛逆所以定定对妈妈讲话就是拢讲迄无好听的话当免讲要搁甲妈妈去礼拜，免讲就拢足拒绝的这个妈妈伊就伫主日为教会这个领受圣餐是无共。过去咱进入教会过去一冬是4遍若迄个聚会就是讲报道迄款即马无报道所，即马聚会2遍较少遍即马咱看重这圣餐总会即个信仰甲教育调整讲咱至少6遍比如咱2个月1遍，有的教会是1个月1遍，有的教会甚至每一礼拜拢咧领圣餐拢领圣餐当然这无重要。这个妈妈伊伫这个领圣餐的时阵伊就伫遐来祈祷宣告求耶稣的保护来抓看
伊的囝的罪，伊宣告主耶稣的宝血来掠砍我的囝即种悖逆所犯的一切罪。这个妈妈嘛有惊一条，这个妈妈嘛惊一条，伊讲迄个宝因囝敲电话来甲伊回息的，讲叫伊原谅伊对妈妈讲迄无应该讲的话，两个人会当和好，伊就感觉讲真奇妙，真奇妙伊即款的信心的领受甲宣告的是大有功效所以这个比尔牧师伊就不管咱是一个月一届，还是2个月一届咱毋讲甲当作讲干那纪念这个一个纪念的仪式，耶稣为着咱担咱的罪来死这个饼甲杯其实伫上帝的国度内面诚做真实。伫上帝的国度中间，互咱会当来领受，咱会当来参与，会当互咱得到讨棒，互咱得到自由，互咱得到医好，互咱得到恩典。一切伫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讲落的，我要搁一遍来领受这个恩典。所以当耶稣安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这个身躯，咱咧摕这个饼是，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受我拍破，伊受逼迫，我得到以后，伊担当刑罚，互我得到平安。当我摕起这个杯时，这个杯是我的血，伊无讲这是我代表的血，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血，这毋是咧代表我的血，这是我的血，是甲代表是无共款。这个杯就是那个主耶稣基督伊的宝血。搁一遍来洗清咱的罪，搁一遍来担当咱所有的艰苦，为着咱的苦难，流出宝血来救赎咱。所以，咱咧领受这个圣餐，咱会当有时咱真正是会当。所以牧师有时咧注意圣餐我若会做一寡宣告受鞭炮得了以后因为主耶稣受鞭伤我某人家己会当得了以后。这个病伫我的身躯顶，无名、无分、无纪念咱求主超自然的健康会当享受咱那个伫旷野，因会当经历到迄个超自然的恩典，迄苦水也会变甜水袂啉的变会啉的因会当食这个玛纳甲烟春，互因迄个伫旷野会阁穿袂破，这就是超自然的恩典。兄弟姊妹，咱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咱会当家领受医治甲健康。咱受苦的时当耶稣受苦的时，伊想到是咱的健康。像因为主耶稣就是要担咱的罪，就是要救赎咱，为咱一切会当恢复迄个咱原来上帝做咱一切好。兄弟姊妹。咱原来是有罪，咱欠债，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替咱还。那甲讲假使讲咱要去买一架车，但这车你的亲人，还是你的好朋友还是你的许大人已经甲你付这个钱你甲这个车已经买了，钱付了你是不是会甲车牵转去？一定嘛是毋是你搁付一届钱？袂嘛，你一定袂搁付嘛。这个钱都付了，是要搁付一届是讲无啦，这也毋是我家己付的，无我就等到有一天我有钱才来牵兄弟姊妹，咱敢会讲这我都还阁袂牵的，我都袂当领受这个恩典无等到世界上落尾时这个代志才会当实现。我相信咱无人安尼想，兄弟姊妹。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咱的罪，这个罪已经行了，这个代价已经耶稣基督为着咱来付上，咱就会当坦然无惊来得这个恩典。所以兄弟姊妹，咱咧领受圣餐的时，今日牧师要讲的，毋是干那纪念，这是刚你们讲的，这毋是我讲，这是参悟，参悟就是实实在在，那甲伫迄个现场同款。咱知影所有的语言，所有语言拢是爱甲宣告出来，才有能力。这个语言无宣告出来，无能力。
主耶稣拍破伊的身躯，互咱带来极大的福气。那个伫有所书所讲的，迄个过长的墙，拢已经甲伊拆毁火无咱迄个结完球的温端，因为伊互咱会当甲上帝和睦。咱原来甲上帝是分离的，即摆会当和睦，咱会当互两个成做一个新人，成就和睦。伫十字架灭无所有遮的冤仇，互十字架当互咱甲上帝，佮互咱拢会当成做一体。兄弟姊妹，当咱宣告上帝已经担当咱所有遮的咒诅、遮的分离当咱确实有啥物关系无好，事实上咱嘛会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遮的隔断咱的迄个墙，完全拢受刷开。我相信。足侪时阵，咱会得到恢复，咱的关系会当得到恢复，咱会当得到和好。所以，当咱甲主坐道，咱应该得爱相信主耶稣的保护，互咱得到自由。搁咱会当来宣告：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轮到我甲我的家，决断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24章的应允，这内容真简单，但是咱伫信心的宣告是大有气力的，大有气力的。当代志就爱宣告出来。这个行色的约翰出世8天，伊老爸就发预言哦，发预言。这个预言是大有气力的，伊老爸是祭司，伊也是先知发的预言。伊讲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诚用义，无惊来服侍伊。你也要被办做至高的先知，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被办伊的路，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罪就知拯救的恩，为着咱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头对顶面来到伫咱。来照遐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即咱若读即个路加福音第1章74节到79节这就是撒迦利亚甲即个伊的囝，打生8天的囝所宣告的预言。这所宣告的预言是大有气力，就应验伫即个行色的约翰的身躯顶。兄弟姊妹，咱会当好胆。将咱即款的心中的渴望，会当透过祈祷宣告，甲宣告出来。轮到我甲我的家决断要侍奉耶和华，我相信咱的确要领取即款的恩典。最后牧师要来带领咱做一个要来领取即个世界恩典的祈祷咱甲要甲主坐道。当下小你要甲主坐道的时牧师就是望你，毋是讲干那形式甲到即落定定2个月拢会做一届我都纪念无感觉安怎？你即个圣餐是甲你的关系，甲你的家族的关系，毋是干那讲纪念，大家来参与。咱就是真正我参与伫即个圣餐，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为着咱拍破伊的宝体，流出伊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来担咱的罪，来除去咱的咒诅。一切这咒诅完全拢受破除，一切捆绑完全受偷开。我要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得到自由，我伫主耶稣基督内面要得到勇敢，我伫主耶稣基督内面要得到伊所应允互我逐种天顶地上福气。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圣餐的时刻。咱三甲来做这个祈祷将你的手摕伫你的心嘛目睭拍开不要紧，看你才看有咱做伙这个因为是中文的读台语甲中文拢不要紧啦。你若方便读迄个中文就中文台语的拢会使咱做伙来领取的恩典。
天父，我借着基督伫十字架牺牲来到你面前，我靠着信心要来领取伊所完成的工作。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互我得到赦免。我今日就领受赦免。我相信耶稣正做救主，互我会当来领受伊的福气。我今日就免领受这的福气。我相信耶稣正做颂扬，互我正做好业。我今日就要领受伊的丰盛。我对我的身躯、心理甲情感的健康，宣告基督完成的工作。我将伊完成的工作建立伫我的经济、工作、公司甲计划中。我伫我的家庭甲事工的关系中，承认耶稣完成的工作。我宣告，伫我每一个领域拢要兴旺，因为基督受救主，互我凡事蒙福。我相信我会当借着相信十字架完成的工作，来领受兴旺，奉耶稣的名，阿门。而且小等下，咱若要领受这个饼甲杯时，现在咱会当伫主的面前，伫奉主的名，伫咱的心中，咱嘛会当破除跟伫咱的家庭有甚物款的咒诅、遗传有时是惊吓、挂虑，还是忧郁足侪意外。还是常常有负面的思想，还是无好的对待的模式，还是过去因为有拜偶像甲这个邪灵法术、算命通灵交鬼即款的关系会当来切断，破除咱逐种因为咱的肉体的私欲、目睭的情欲咱的今生的骄傲，咱有真侪犯罪咱有真侪捆绑会当得到透放。咱有一寡真侪甲人无正常的即个分割、情绪、创伤还是受背叛足侪苦毒袂当赦免咱有足侪咱所感觉对咱无好的，咱甲主这道是甲耶稣讲，互主耶稣伊十字架功劳，伊救赎的功劳。伊所成就一切，伫十字架顶成就的，临到你的身躯顶。今日的圣餐毋是一个纪念尔，望你参与伫即内面，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透过你甘愿诚做人，搁毋若诚做人，搁诚做奴仆，搁为着阮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但上帝已经互你对死过活，升到极悬的所在，坐伫上帝宝座的大边来执掌王权。主啊，一切拢是你的掌权，所以阮来到万主的王、万王的王，阮要甲你坐道时，阮要领受你的身躯甲保护时，阮毋是干那一个普通的纪念，阮是真正要来领受你的身躯甲保护，你所完成的工作，要来成就伫我的身躯顶，我的家庭的身躯顶，我的家族的身躯顶，伫我所做的一切代志的顶面，拢要来经历你。我若有甚物款的罪，你要甲我洗清；我若有甚物罪，你替我担当赦免，互我会当得到自由，得到恢复，互阮足侪身躯会当得到恢复，真侪关系会当得到恢复，真侪所有的上帝你对阮的计划、你的命定，拢会当得到恢复。主耶稣，感谢你，愿你伫下早起甲你坐道时，你圣神你家己来引带，你家己来施恩。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来。现在咱要过来吟一首的圣诗这首的圣诗咱毋捌吟过会当一赞尔但是应该咱371首371首，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请坐。所听的兄弟姊妹，欢迎恁来领受圣餐的恩典，会当甲主耶稣基督来坐道。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也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着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个彼得。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每一暝有摕饼祝声，咱即个时照伊的圣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三个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的面前所享受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阿门。主耶稣互人每一暝有摕饼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这个是着今日来纪念我。咱们来请咱的长老来旁边。而且咱也已经领洗礼入教会，成做教会的陪餐会员，拢会当来领受主的身躯甲保护，做咱属灵的培养。也亲像牧师所讲的，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功劳，已经成就一切，所有阴间死亡的锁匙也伫伊的手头。伊赢过这所有撒旦魔鬼的工作，撒旦魔鬼就是要偷、要杀、要毁坏、要灭亡，总是主耶稣，互咱活，若活阁有丰盛，若活阁有丰盛，所有一切主耶稣所完成的，咱拢会当领取。主耶稣基督已经赢过这个世间。恁伫世间有苦难，但是主耶稣讲，恁通放心，伊已经赢过这个世间。而且咱为着咱家己本身，检在因的最大来咒诅、艰苦、困迫，咱毋自救，咱通宣告。主耶稣，我的身躯要得到医好；主耶稣，我甲某物人的关系要得到和好；主耶稣，我要将我的囝儿交伫你的手。主耶稣，求你来保守我的工作，带领我的工作。主耶稣，求你来引带我的路。主耶稣，互我所拄到的这个困境，靠着你会当来突破。主耶稣，我所有的财务的欠过，主你要互我丰盛。即咱有吃着这个饼，咱伫主的面前，主互你心中要较无对主领受的恩典，你着甲主求。
甲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伊就是要担咱的罪，伊就是要担咱的罪。伫柴顶已经来担当咱一切咒诅，互阿伯咱的福气，就是上帝所赐的福，天顶的福、地上的福，要到伫你。你用信心来领受，毋是干那纪念，是参与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保护，互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伊一切恩典会当到伫你，到伫你的家庭，到伫你的子子孙孙。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甲我拍破，咱这个是着今日来纪念你，请恁三角来领受。食了，主耶稣也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你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来请，咱来用落。主耶稣讲，既然着无担的，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取代。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入去就跟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要取代幸福的人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主耶稣为着咱的罪拍破保体，流出宝血，伊的宝血大有功效，伊的宝血洗清咱的罪，赦免咱的罪，医好咱拢总的症头。咱所有的罪归伫伊的身躯顶，伊替咱担当。一切咒诅拢要甲主耶稣基督同顶伫十字架。一切这病痛艰苦刑罚要甲主耶稣同顶十字架，同顶十字架，甲伊同死同过活。即咱说你来掠开即个圣餐杯吼，摕去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流的。咱要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伊，咱三角来领受。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纪念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甲恁三角彼得，咱三角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故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甲主坐倒，来领受你的身躯甲保血。主啊，一切所有对罪来的咒诅，拢完完全受破除。
对家族内遗传一切这捆绑完全受破除，主啊受切断。愿为过去毋捌你拜偶像所带来一切这个关联，拢会当受切断。最后，阮甲你的关系、甲人的关系、甲家己的关系，迄个水的关系，原来你互阮的应该有的水的关系，拢会当恢复。主啊，互阮会当真正来领受你真实的平安，互阮来领受你享受阮真实的勇行甲丰盛。最后说，阮感谢你。当阮搁一遍甲你坐到，阮要将家己献予你，求你欢喜来接纳阮，率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当来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来受圣餐的奉献，像说咱若有特别的奉献，咱会当用迄个圣餐的奉献录啊。这是咱起立，咱来做圣餐奉献的感谢。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透过甲你坐道来领受圣餐的恩典。圣神伫阮中间引带阮的心，互阮用信心来领取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的功劳。伊担阮的罪，互阮得到赦免。伊为着阮诚做救助，互一切上帝所赐予教伫阮。伊为着阮诚做颂扬，互阮好业。伊为着阮来完成的，无论是阮伫经济上、伫阮的工作上、伫阮的计划上、阮的关系上，拢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得到祝福，互阮所做拢会当行通，互阮会当身躯勇行，互阮更较会当来听你、来荣耀你。阮奉献。阮的感恩伫你的面前，愿你感纳，也愿你祝福。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车欠399首。从此带领来，应点你心内。
谢牧师。让恁通平安去。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闭会。